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曾颖珍，我是屏东县高树乡的客家人。以前呢，其实我是一个比较安静跟比较酷的女生，就是我不太会笑，然后也不太会去跟别人分享快乐。做了小丑2年这个角色呢，我觉得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我得到了很多，就是心里面觉得，可以希望我的朋友、我的家人都跟我一样开心。那我觉得以后呢，我应该会这样任性的玩下去，就跟18岁的小孩一样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丑2年，我是屏东人。今天呢，我来到这边就是跟大家分享我的小丑梦想。那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哦。我今天要讲的是有关像我们在念书的过程之中，可能很多人就是想要成为医生，或者是很多人希望成为老师，但是我的梦想呢，其实是成为一个小丑。我觉得在我们人生中呢，就是不管是在工作上面，或者是在成长过程中，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老师。那我觉得在我的小丑表演之中，他是我最重要的老师。对，这是小丑33，这是我之前一开始的时候，一开始做小丑表演的时候，就是还蛮奇妙的。我每次出去表演的时候，我觉得为什么很多小朋友都会哭，就是我不知道，是因为我太丑吗？没归出吗？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渐渐的觉得说，我一定要做一个很漂亮的小丑。这是我后期大概已经是。就是我师傅开始教我化一些妆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就已经有一些改变了。那我觉得在做小丑表演的一开始，其实我也一直觉得说，我是不是就是一定要杂耍，然后我一定要丢球？可是那个时候我其实不晓得我到底能够给前面的你们还是小朋友，就是会有什么样的感受。所以那时候我选择先从气球开始。其实我以前没有很喜欢折气球，但是我觉得，为什么每个小朋友看到气球就是给我，我要？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，好吧，那我就从气球跟小朋友开始互动好了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常常会开始折一些小气球。然后我的师傅在2014年的时候，他来台湾，然后跟我做了一些小丑上的交流跟分享。我就想说，为什么跟我在台湾听到的小丑表演是不一样的？为什么不一定要丢球才是小丑？然后你也可以做个音乐家的小丑，你也可以做一个流浪汉的小丑。然后那时候我就心里头开始有很多的念头，然后我就跟我自己说，我都已经快30岁，是不是要为了自己挑战一次？就是也许以后我老了，我病了，我不可能再飞去美国一次。所以那个时候的我就开始起了这个念头。然后我们去参加叫做世界小丑锦标赛，有来自日本、来自美国、印度尼西亚、加拿大，然后很多不同国家的小丑，很多高手呢都在这边比赛。那时候我呢就自己画了设计图，就是你们现在看到我现在这一套，但是头发有点变卷了。就是我去参加的项目叫做 Character， 它就原创角色小丑。那我就拿了小丑画家去做，因为我想我最原先的我本来就很喜欢画画。那个时候我就想说，好吧，那我就做我自己。但是我花了很多时间去做这些画盘啊，包括这些笔的东西。我只是觉得说，我就飞过去美国，然后就是挑战自己一次吧。比较幸运的是，我在2015年的时候就刚好拿到世界金牌，我生命中的第一个金牌。在那里有很多不同的人，对，就是我看到很多不同的人，他们都不是在做表演的人。他们只因为热爱小丑就聚集在这一个梦想殿堂。那因为我是第一次去参加，所以我那个时候的感受呢，我就觉得说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就感动。就是我第一天进去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一位90多岁的老奶奶，然后呢，因为她带了一个我猜想应该是呼吸器，后面有一个氧气筒东西，然后我就问她说：“你也要比赛啊？”她就说：“对啊。”然后我就说：“你要上去比赛吗？你每一年都来吗？”她说：“对啊，
Why not？ 为什么不？然后我就说真的吗？我第一次看到90多岁的老奶奶会有人来比赛，我就告诉我自己说，我以后戴假牙的时候，我还是要站在这里做小丑表演给大家看，因为我觉得为什么我们这么热爱的东西，也许不能够把所有的工作都放下做这件事情，但是我觉得在我人生的过程当中，就是为自己做这么一次属于自己的小丑，是我觉得很开心的事情。好，然后这是我刚刚就是谈到说，就是在我从美国回来之后，我就是一直觉得说，我是不是既然我在那里看到了这么多的东西，有这么多不同种类的小丑，那我是不是也要就是开始分享这一些？因为我觉得，以前呢，我在跟一些长辈或是前辈问说，我们要怎么化妆或是什么的时候，因为在台湾的一些小丑资讯其实是少一些些的，包括连我们要这样买一个鼻子或者是彩妆品，其实是在台湾比较难买得到专业的，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，那我是不是也要把这样的文化给带进来台湾？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出去做小丑，真的，你不需要丢球，你也不需要那个丢棒子，你也不需要爬很高的楼梯，或是顶很多东西。我觉得这是可以做一个很开心的小丑，然后把你的快乐也感染给别人。所以那时候我就一直才发现，原来从我4月份回来一直到现在的这个中间，我有很大很大的改变，是因为我觉得我就是越变越胖。就是我觉得就是自己变得很开心之后啊，然后你做任何的表演，甚至你不要做表演，只是跟朋友这样子出去玩，我们也有这样子化着妆，然后只是出去玩，我们没有去做表演，然后在文化园区、客家园区这样跑来跑去的。那我觉得心真的很重要，因为有很多的表演者会跟我分享说，我真的做得好累。我魔术也要做，变脸也要做，什么都要做。那我到底是什么？我说，对，你问过你自己是什么吗？你自己到底喜欢的是什么？我说，因为我不是表演艺术科出身的，我是广告设计科。那时候我觉得，我在平面设计的这一条路上做到最后面，其实我本身是比较喜欢画画，不是做设计。那我觉得没有办法，我为了我的工作，我还是持有我的工作，但是我在假日的时候，我可以做就是小丑娘娘这个角色，我觉得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。我觉得小丑妆对我而言，就是有人说，为什么有些人画上去好像就是变成18岁？我觉得他对我来讲，很多人说，你要来做魔术表演吗？没有啊，我没有魔术哦。但是我觉得小丑妆它对我而言就是一个 magic， 因为当我画上它的同时呢，我就知道小丑娘娘就在这里，然后我知道就是我要跟我的伙伴就是一起玩得很开心，然后我们要分享爱、分享关心，然后也要很就是专注在把自己的小丑表演做得更好。所以这一次在台湾开课的时候有50岁的阿嬷来上课，那她说我画完之后我是8岁，对，然后我画完之后我是17岁，那小丑娘娘是18岁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，我在这一些学生的眼中看到了，他说没有关系啊，我只有在假日的时候去教会做这些表演，我都很开心啊，这个才是我最感动的事情，因为我觉得，赚再多的钱都不及上你每一天的开心。或者是你关心你身边的朋友、你的家人，我觉得关心一个人，觉得他有没有开心很重要。俺的呢，拢会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到。然后，因为我觉得，因为我很喜欢画画，所以我很喜欢这一句话。我觉得，因为我从屏东来的小孩，那我觉得不管在任何的天空之下，只要你相信自己，然后但是一定要付出努力，你就可以就是画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的色彩。那我觉得。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，不是说你是谁，或是我们去就是像谁。那我觉得，就是在这个过程之中，我就是很想要跟大家说，就是很重要的，不管你喜欢什么，你一定要坚持，因为幸福就是你坚持到最后一刻。对，那我觉得，不管是在任何的行业，就是像我家人当初，因为
我刚刚有讲到是我那阿公阿妈带胎，然后我在屏东的读书。那一般的比较乡下或者是老一辈的家长可能会觉得说，就是女孩子怎么会做这个行业，而且又常常这样跑来跑去。那我觉得现在的我也证明给他们看，我们真的做表演是很开心，而且它是可以带给我，就是不管是我的情绪上或是精神上，就是一个。让我真的是一个亢奋剂，所以我觉得，当我画上小丑妆的时候，我真的是18岁。那我觉得做小丑呢，就是真正的快乐是自己很快乐，然后也可以吸引其他人跟你一样快乐。但是我觉得最快乐就是我们现在有一群就是很棒的伙伴，就是我们可能没有在做表演，但是我觉得。身为客家人，还可以回去客家街这边，就是可以玩得很开心，是件很开心的事情。所以我觉得。不管做任何事情都一样，就是 happy time。那既然说到 happy time， 我们是不是要来感受一下小丑的 happy 呢？嗨！嗨！不聊了。Handsome boy. For you? My blood! My blood!